天元太保，南无阿天元弥太保，陀阿弥陀佛，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，6叩7叩，8叩9叩，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磊安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十方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月慧菩萨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世所至导，圣慈遭格采纳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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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一起诵经。同学今天学习到这边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谢谢雷安讲师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和前贤大德一同诵经回向。晚安。很优秀的前线，晚安了。组长晚安。很优秀的前线了，晚安了。黄团主晚安，副连任晚安。杨前贤晚安。林爸爸晚安。前贤们大家晚安，祝前贤晚安。感恩后前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明天见晚安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副连任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。黄坛主晚安，祝前贤晚安。